民间团体对2024年开始抢旗，甲英国国民党政府5月19宣布戒严的这天，定做是白色恐怖记忆日，要举办白色恐怖记忆影展。今年是希望延续到这历史补课热度呢，要甲这学校串联起来，精选到这个超级大国民落幕到15号顶24部影片，希望学校来鼓励因来运用。那主办团体是呼吁政府也要爱协助学校社会，伫咧举办活动或者是影展的时阵呢，就要加强推广白色恐怖记忆作品，来深化社会历史教育。如果你问起倒数台湾的过去，我会甲你讲，会甲目屎地历史的教育。影片以诗人李炳勇他家己的诗，如果你问起来带出白色恐怖受难者的历史记忆。这几年，陆续拢有白色恐怖题材的作品，亲像国片《大王》嘛引起社会的关注。由民间团体主办的白色恐怖记忆影展，今年要改做校园串联放电影的方式，希望延续历史补课的热度。找一寡片，通啊做一个单元，然后呢，甲因的课外活动，也是甲某一寡课，比如讲历史课，也是迄个公民课等等，通啊合作会。跟教育部就推动一个国家转型正义教育行动纲领，就是要希望咱全台湾所有的学校、公务单位，拢爱推动转型正义教育。所以就是讲，咱老师唔免惊吓。自1949年5月19，国民党政府宣布戒严开始，白色恐怖时期43年中间有超过2万人受难。现台湾和平基金会自2024年开始抢2519白色恐怖记忆日，也开办影展来记忆这段历史。今年精选超级大国民落幕到15号顶24部影片，希望鼓励学校来运用。有大学团体参与嘛，表示少年家毋是无关心历史，是无机会了解尔。是用50几间大学学生会组成的，希望这个学校会当甲阮做伙，透过这个电影、这个影片，会当去学习到这个过去。主办影展的现代文化基金会和519行动组合等团体，嘛呼吁教育部扩大采买白色恐怖相关影片的广播版权，协助学校放影片，也是办影展。因嘛建议文化部在国际影展加强推广白色恐怖记忆作品，嘛通以补助鼓励校园甲社会团体举办讲座，来深化社会的历史教育。记者卢尚珠、郑俊佑台北报道。